一个人是一家公司，在这里 AI 的精准算法读懂了岭南文化的千年密码，一个人的奇思妙想赋予了小强与木棉全新的生命，以硬核的个人能力守护最柔软的文化自信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玩艺制造。大家好，我是 Diamond 玩艺制造的主理人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把我的一些故事，把我对广州在地文化的理解，然后呈现一个一个的产品。因为我本人是做平面设计的，我对 3D 这一块就相对比较弱嘛，所以我会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去帮我完成这个工作。我一个人可以把它先从平面2维做原创，工厂就开始可以根据我的模型进行定制，然后定制的过程当中，我还可以通过 AI 去核算这个东西它的一个成本呢，我应该卖多少钱，包括是未来的一个推广的方向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其实我都可以大量的通过 AI 去协助我完成我现在的这个文创的一个品牌。我觉得艺人公司它更多的是从设计到你的表达的产品，然后到如何去进行销售，然后包括未来我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，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东西。因为我强调一个点，就是复合型人才，AI 才会对他有一个很直接的帮助。那你觉得 AI 替代不了的是什么？首先第一个 AI 替代不了的就是我本人的一个创业，其实它都是我在不同时期的时候那种不同的狀態，我就把它植入到我這些角色裡面，這個是 AI 不能替代的，它是我的故事。喺廣州呢片創業嘅熱土上， OPC 模式讓創意唔再孤單，讓熱愛有咗回響。如果你都相信文化可以好酷，一個人都可以改變世界，我喺廣州等你嚟。